是个囡仔，欢迎收看《小小的疫情讲》，耶！今日来到这个所在啊，是台北的北投。我伫这有熟悉一阵伫咧台北咧种稻仔的囡仔哦，啊，我甲因做伙种稻仔已经2个月啊，所以我嘛算是有小小的功劳啦。啊，今日总算是要来采收啊，期待有好的收成哦。报数1号，阿瑞、阿凯2号，你好阿凯，3号、3号、4号上，阿勇、5号、阿雄、阿健上无来，阿 B 无来，啥无来？一破没哎，咱今日要做什么会？收挂，丢啊！好，哎，恁上有法度带我咪咪挂。好啊，加，还有一张。等下看这弄，才看到位弄，唔免等遐分线课。方向共款，莫变方向。哎，阿凯，你会当甲我讲一道咱的迄个动作要安怎用好无？你讲手安尼，啊个来，这等下行，你会当试一道无？为着这个。哦，就是这支手一定安尼正起就对啊。对啊。好，我试看卖啊。啊，你来讲几公分？啊，什么会几公分？就差不多就会使啦。好，哎，班长你来甲阮这个囡仔教一下，讲这边安怎看？头先为啥讲你要挂来帮我轻松？帮我轻松。咱整容你脚步比脚步较快一点嘛。哦，较爱开开。啊，骹转来翘较悬。骹在翘翘较悬。这有一个问题，翘较悬有一个问题就好处的啊。迄个空间会较宽。哦。哦，啊，你这要挂对涂骹开始算吼，对涂骹开始算10公分，10公分。啊，10公分咱要挂的所在，啊，你摕这个15公分，啊，就甲挂起好啊。哇，你做轻松安尼，你扭起就起来啊。啊，搁再跟你讲吼，搁一个问题就讲头拄啊吼，我看恁大家拢目睭拢会去切下去，切下去擦着。嘿。啊，你有带目镜都擦袂着。啊，无，唔是安尼。凉掉的呢，你的鞋仔拢袂凉哦。我鞋仔就是骹，我鞋仔个凉在内底。我鞋仔就是这东西。哦，哎，恁较巧，你穿迄厚的。所以恁咧挂是连稻仔甲草仔拢爱做伙挂起来了无？敢是？好。不是安尼，挂，不是。啊，无是安怎？啊，挂。来，我来看你的动作，敢有标准？你可能个会当看出来伊敢有标准呢？会使啊，会使。因为你差不多有甲我讲，看伊敢标准。标准无标准，无关系啦。有挂起来就好啊，就对啊。对嘿。哇，落大雨啊！啊，平时若落雨，你嘛是安尼收啊？对啊。落雨嘛照收啊？无法度收啊。这厉害！啊，无物件。头一摆拄着落雨，啊，开进前，所以进前落雨你嘛拢安尼收。对啊。拢无穿雨帽哦。袂使穿雨帽好无？啥拢袂使穿雨帽啊？那就歹做工作。嘿啊。咱每日来遮，遐嘛会使看，遐有做大。各位拢会使看。足济呢。愈贴愈悬啊。嘿啊，这个嘛倒是讲看遮。这变成一个岛啊！什么岛？你要甲号名无？稻草岛。稻草岛啊！稻草岛愈来愈悬，愈来稻草岛。
酸哦。袂啊，真的个，我啥都已经安尼了，我已经感觉我的腰咧酸啊。因为你大汉啊，我伤悬，你老人啊，你是不管。我较落骹啦。对啊，若是老伙仔人要安怎？老伙人，你会定定做这啊，定爱定做较食做的的惯势嘿。啊。我手头定就是安尼啊。啊，班长伊年岁较大，不过伊嘛袂忝呢吼。有伊拢有机器的啦，哦是。机器直接开过去就。来，我帮你看。亲像阮是人工修行。对啊。人工修行较趣味啊。较趣味啊！阿勇，你这摕起来，你等下摕起来，你敢唔这个哦。修行的迄一天修行啊，修行的迄一天，就是这天。今日就是修行的迄一天。对。来，小乖。来去。来。哎，小乖。啊，迄条下落去落去。打落。啊，好，无要紧。方向爱对。啊，班长是安怎？阮即马拢爱绑这绑遮济啊？因为你哦，你放规堆了吼，3天伊就开始就要出价啊。哦，所以咱即马呢，就是要互伊通风的对啊。啊，对，通风，因为即阵拢落雨啦。对啊。啊，你若无紧创，2天啊了，就迄个变讲臭母去就袂使。哇，所以恁做无用，恁收起来了，搁爱跟底下绑，搁爱甲拍互干安尼。对，就爱赶快紧拍互。所以毋是收起来就等下就无代志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阿凯。啊，你平常是来田家拢咧做啥代？我来田咧，拢咧割草、野肥啊。我嘛是呢。你叫啥物？我叫吴建家，叫我阿家。你割草一工会割偌济？应该是足济吧，足济。我野肥甲割草身体明明都咧瘦。敢有？有，甲勇勇同款呢。喂。我被淋凉诶。好。喂。耶。我要打龟呀！我做会食了，卖食个，做会食。我要食安怎就这面。这毋是。你即摆咧创啥？换物件食。换物件食。啊，无平时拢送来大饼。一袋。我要一袋，多谢。啊，你的手敢有香气？有吗？敢有？啊，刚请问一下哦，像咱你的衫裤要搭弄念者？你公鸡啦？无公鸡是安怎公鸡？你试一道互我看卖啊？安尼啊。那是工课就对啦。对。足简单呢。恁感觉挂伫我较好耍，还是直接食饼较好耍？就好爽，拢都好爽。好哩，那你教我。唔知，你叫出去。你叫我大兴姐姐。大兴。对，大兴姐姐，我是大兴，你是阿姨哦，是姐姐哦。大兴叫你出去，你较好记。无姐姐无，无你若叫我姐姐就好，叫我姐姐就好。啊，这刀啊是要创啊？啥大人拢爱客？伊来臭草啊！哦，要臭草啊！要行对。啊，我打着好势。啊，打着丢我敢有遐紧？尽量莫打着。哦，尽量莫打着。无到时阵就无收成诶。哦。啊，看你要甲我教呢？好啊，先甲你这个看食，然后安尼一直头前后壁，伊最后就流落去啊，然后就当家己摕走啊。头前后壁。
哦，就是甲用好灯就对啊，对，就对。开灯去就对啊。这边买噻。对。所以唔免甲伊规支挽起来哦。尽量规矩挽起来，但是尽量啦。这种伤粗啊。这伤粗无法度就对啊。哦。对。所以恁主要有2个工课，一个是插树啊，啊一个是甲迄死去的挽起来安尼。对。哦，啊恁敢有分工，就是上工爱做啥？就是拢凊彩。阿哥，阿翔，你去出外，好你去看卖。你要讲啥？有仔来唱你口开。是你讲的准算哈？敢是平时是你讲的准算啊？你是开始敢有看到这路歌嘛会惊着讲无爱明白啊？无，我就是试看卖咧。哦。头一摆来的时阵，还是会叫啦。嘛是会惊，甲我头拄仔明白共款。我后面嘛是惊。差不多。是安怎我的手顶管拢是这？这是什么货？可能就是迄个，就是伊的这。迄是糖，敢是？毋是糖。啊无这是啥？我嘛毋知影。呀，所以恁的手嘛拢会有？会有啊。哦。我即摆开始做忝。嘿，要创啊？我这无想买套球啊。啊，无你要创啊？我以为去遐困。哇！阿飞，这是我的好朋友阿飞，阮伫5岁时阵熟识，因为细汉的时阵有斗阵去上过爬山的课，啊，就是识啊。这是我的朋友阿蕊，请问你即马几年啊5年啊，你上届的活动是倒一个？唱歌戏。3385斤，猪脚冻2支。啊，应该会当算比小吹哈。我爱先甲工课做完，较会当说。对。我即摆工课就做。哦，所以进就是爱认真做工课就对啊。对。哦。到要困时间。哎，所以这个操拢清了就会使算。大部分哦，哎，看起来搁爱做久的呢。你进咧做啥？这栋就是你的。伊的厝哦。不是你的。我的哦。我的厝谁安尼？谁拢我的厝谁安尼？就是茅草哦。啊无你的这什么厝？你这土角厝哦。来，你的是这间。好，安尼嘛真好啊！你拢甲我起好啊，我毋免搁家己起。哎，你是我的厝边哦。哎呦！阿凯，你这主要大汉呢，这压力，你搁咧大，你搁咧大，我甲妈妈伊拢已经袂。对，我已经袂大，敢若会肥呢。敢若会细坏的呢。你甲阿家会抽悬，阮抽袂悬啊。哎，鼓励。哇，你敢有介意做这个工课？我嘛介意咧。我输呀。天人啊！呀，你拢摕伫我的头壳顶，摕伫咱的头壳顶。啊，你妈妈，你现在是一开始会想讲要互囡仔来食，就是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可能讲，哎，这个垃圾惊人，互放假安怎？都唔知影遮恐怖，无啦，很怪啦的。无啦，是因为本身家己我是家己大汉的，啊，即马囡仔住伫台北，感觉若是无即个庄脚的经验，感觉无彩，所以就希望伊嘛有即个机会会当进场啊。而且恁阁是毋是本地就有地，是阁特别开钱甲收这个地。对，是啊。啊嘛无，就是嘛无以前不认真，就是爱种啊是安怎，就是互囡仔体验。对，主要真正是为着囡仔。伫即个餐地内底，因会使自由家己耍。
哦，对，就是因的算法甲第一公园的算法无共。永远伫这会当用肥工蛋伫个外口，无法度啊。大家来遮拢足欢喜的，对，看会出来。就是足自你台人的面拢永远拢嘿，拢笑。笑眯眯安尼。我感觉有安尼，就是囡仔会使自由自在耍，就是真。我在拿这几个牙齿，安尼敢算是自由自在耍？我在就在涂牙齿。会使啊！你要安怎压就安怎压。技能加油！上上远，我想敢是？你看卖啊！你迄了足远的呢。我是阿雄，我是阿勇，我是阿勇，你的手是阿勇。你这个物件是啥物？手机啊！你还介绍我啦？野比大雄是伊的绰号啊，大雄嘛是伊的绰号，要当雄伊的名，要陈飞翔嘛伊的名，好，不啊！这位就是我的弟弟，那也见到我较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目睭疼。今麦的 VC 啊，你袂当啊！咱即摆行人要安怎？去洗卡，去土地公庙遐洗做伙卡。行过洗卡呢？对。哦，恁带路，恁带路行。阿凯，你倒较慢呢？你等一下，较慢呢？我已经行做久，我都惊摔落。这就是桥。阮有时阵咱会伫这啊。阮就会行对面，行来这的时阵就会过桥。所以恁会搁行落，搁行中遐哦，足恐怖呢。变过，阮拢会直接会摔在水沟仔内底哈。袂，我摔过啊。来这。来这。用个上大港。是。大兄姐姐来这看大港。好。我买呗，帮我牵我卡。哇，好凉诶！我嘛袂。呀，我下仔边仔水开。耶！哇！洗卡是做好耍，我看恁大人要来洗卡拢足欢喜的。咦，因为有一个游戏最好玩啦！所以其实是装水好耍。我们现在在洗卡。你咧画洞，你就是画太阳灯安尼。画红就好啊。对，红哪红呢？袂使动。好。加石头纸。来，甲救这。抓着，水抓着，跟我阿雄，阿雄爱做鬼啊！后壁种的这瓶是啥物花？丢啊！丢啊！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。丢啊！阿比，咱即摆这个动作是啥物花？挂草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。挂草。阿凯，咱即摆这丢啊大汉了，伊隔这一粒一粒的，这叫做啥物花？水。水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。水。阿凯，咱即摆咧做啥物花？下米。下米。好，所以咱米下了了，就会变做安尼白色的米。对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。下米。阿尚，我即摆手里捧的这碗烧乎乎，佮香讲讲的是啥物花？是白饭。白饭。啊，你有爱食？白饭最好食，若是加较久的、干较久的甜甜。好，所以你爱食白饭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道。白饭。
把过去边，拿过来夹夹夹，用，就。好，会使。好，耶喂！啊，你开，这根本就是真照康。啥物人来洗米？爹洗米无？没有，我要洗米。来，我甲爱洗物件拢放在遮哦。啊，遮嘛有哦。这个汤爱家己卤哦，是不是？怎会晓洗米？我啦，你也洗好，阿瑞你洗好我。我两个洗，好，永远嘛在洗。和我一样。这是口红，NG 是这。哎呦，你到底是为啥啦？这恐怖哎！啊，还有卫生纸，这个超恐怖！哇，我叫大家送拜去啦。你当得上镜诶？有。来，咱做伙镜诶，就是迄批。不是你讲的。哎，我嘛有斗镜，好不好？我是瑞奇。我有，好不好？咱有斗修行对吧？有啊。对啊。啊，咱哪算啊？到家啦，到家。对啊，咱嘛咧斗这。所以恁平时就拢会安尼酱料就家己随食。无啦。无。所以这嘛是恁第一道食家己种的饭啊。对。哦。哎，感觉安怎？好呀。就好食。哎呀，今日今摆食一碗，今摆食一碗。种的时阵敢有做辛苦？就随便诶，就随便诶。啥物会做随便？种的时阵。你种的时做随便哦？迄是你哦，阮无哦，阮无哦。哎，我无。阮做认真的啊。这个要被告。小朋友因就是真正你会当看到讲因伫咧过程当中就是因足欢喜，因伫咧菜内底就是真正你会感觉因有够欢喜，因迄个欢喜就是毋是你等一寡可能 iPad 啊，还是电脑互因的迄种欢喜，就是因真正会家己伫咧菜内去找，就当是干那咱看起来就是咱咧搭的迄个图尔。啊，毋过因嘛是会当家己耍甲变做足趣味，伊是真正足享受的，因袂感觉讲哦来遮来做田足辛苦，做事足辛苦安尼。啊，毋过一粒米百粒汗，落尾你去食着阮头拄仔芳的迄小富的饭的时候，你就会感觉哇，是满满的成就感安尼。我也那个，这是我圣诞礼物。这叫皮皮。阿布啊，阿布，这凊彩吼，我先莫讲话。这个铁枝比你搁较大。我过来付，我家己开钱嘞。你开钱嘞？你真我家己有零用钱啊。乖，跳游戏，金龙沙是过天气，嘿你去，我拉起飞飞落地。啊，亲像今仔坐来陪因佚佗。哦，够赞。免钱的长工。